我觉得一点都不胖。你吓到我了。我觉得甚至还能再胖一点。我跟你说啊，世界上有2种生物是不可以捏肚子的，一个是猫咪，还有一个就是我。那你就是我的猫咪。行了吧？跟我下去吃饭吧。我不吃。之前让你吃健康餐都这么费劲，现在居然能节食，我妈到底是有多大的努力啊？减脂餐还是可以吃的吧？你就老老实实的跟我下楼吃饭，别折腾宋妈了。盯着你吃，一口一口，必须吃完。走。你是不是偷着给我换孙媳妇儿了？她还是顾西西吗？我也正在怀疑呢，是之前礼仪培训延迟太久了，反射弧这么长。你别都看着我呀，亲。要用公筷哦。你还是顾西西吗？不是我是谁呢？那我问你，我的手办都去哪儿了？都藏在柜子。那放在柜子里能是藏吗？就是把你放在那里而已。奶奶，你还凶！我呀，我最喜欢你们小两口在家里头热热闹闹的。哎呀，要是再添一个小不点儿，就更热闹了。奶奶说的太对了，不过这件事儿吧，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奶奶，你看他，你别向着他了。哦，你看嘛。对了，思成，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老婆当然指示。听说你妈妈喜欢高尔夫，所以我在想，能不能帮我提前租个高尔夫场子，我练练。可以啊，让飞扬给你安排，你随时可以过去。不过给你安排了高尔夫，奶奶刚才说的事情，是不是该提上日程了？你们慢慢吃，我吃饱了。奶奶，继续。顾西西，你不会是觉得我不够努力吧？啊？哎，我也吃饱了，奶奶，你等等我。